喺度咧，非常之多謝各位嘅嘉賓啦，亦都多謝我哋各位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啦，同埋我哋各位地區嘅議員幹事咧嚟到呢度。今日咧，我係我哋嘅幸福北都系列打造北都宜居空間嘅圓桌嘅會議啊。今日亦都咧，我哋邀請咗好多重量嘅級嘅嘉賓朋友啦，無論我哋一啲嘅學者啦，亦都有我哋嘅政府部門嘅代表啦，同埋我哋嘅智庫嘅單位嘅代表，亦都喺呢度咧去探討我哋北部都會區咧可以打造一個宜居嘅一個空間嘅。咁咧其實咧首先我哋喺度咧首先好榮幸啦，我哋都好多謝大家嘅參與。咁啊，今日其實咧喺香港咧，我哋大家都明白啦，長期以嚟咧，其實係一個我哋居住空間咧比較狹小啦。咁啊，呢個係個現實問題。根據我哋過去嘅政府嘅數據入邊去睇到咧，全港家庭嘅住戶人均嘅面積居住中位數咧係遠低於我哋其他地區啦，同埋其他嘅先進嘅城市㗎。亦都對於咧無數香港家庭而言咧，住大啲咧唔止係一個願望，更加係咧係一個基本嘅生活尊嚴嘅一個追求嚟㗎。咁喺北部都會區入邊咧，承載住我哋香港嘅未來啦，亦都北部都會區咧提供3000公頃嘅新發展嘅土地，預計咧可以咧提供咧超過50萬個公私營嘅房屋嘅單位，其中咧約24萬個單位咧將會喺未來10年內咧就會落成啦。咁最近啦，我相信大家都好知㗎啦，我哋古洞啦，有我哋嘅古晉村啦，粉嶺嘅有我哋嘅鳳凰嶺村啦，都係即將會去到落成。咁啊，呢啲都係元朗，亦都我哋朗天苑啦，係咪啊？咁呢啲都會係隨住我哋嘅北部都區發展陸續去到出現。咁啊喺呢度咧，其實呢啲咧房屋嘅落成咧係唔單止咧，其實都係我哋香港咧中長期嘅主要房屋嘅供應來源，更加係咧我哋重新定義宜居嘅歷史嘅機遇嚟㗎。正係咁樣咧，我喺5月份咧喺立法會會議上面提出我首份嘅議員議案。呢份議員議案咧就係提高我哋嘅北部都會區嘅人均居住面積，構建宜居幸福北都嘅議案。咁議案通過咗之後咧，喺社會間咧都引起咗唔少嘅一個對於人均居住面積嘅討論。大家都希望咧可以住大啲、住好啲。咁啊都樂見咧喺而家我哋家超特首咧展開緊嘅香港首份嘅個5年規劃入邊咧，已經將優化北都公營房屋面積嘅配置啦，以及提升提升私營嘅住宅單位嘅面積嘅要求咧，寫入咗諮詢嘅文件㗎啦。當局咧更加表示咧，北都公營房屋單位入邊咧，我哋嘅面積400平方尺嘅單位比例將會增加5%㗎。我相信呢個係好嘅開始，但我哋認為咧遠遠都唔夠㗎。宜居咧從來唔單止係限於居住嘅面積。5年規劃嘅諮詢入邊咧亦都提及咧構建宜居、宜業、宜遊嘅新一代嘅社區嘅環境，包括咧住屋、就業、教育、醫療同埋社福同埋康樂、綠化等等嘅設施㗎。呢啲咧我哋做好呢啲設施嘅配套咧，先可以令到我哋有良好嘅居住環境，去吸引我哋人才去匯聚，讓我哋市民咧可以更加好嘅生活。換言之咧，我哋發展空間咧，北都咧唔單止係起多啲樓，而係咧可以成為我哋市民真正安居樂業嘅新一代嘅示範社區。所以今日咧，我哋呢個圓桌會議咧，呢個時機非常之適合啦。我哋咧希望咧舉行今次圓桌會議咧，將會議入邊嘅討論咧延伸去社會各界，從空間嘅規劃、房屋嘅政策、社區嘅設計等等多個嘅維度集思廣益，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規劃以及我哋北都嘅未來規劃咧，提供建設性具體嘅建議㗎。今日咧，我哋好榮幸啦，邀請到我哋發展局副局長林志文先生。亦都邀請到咧我哋地產及建造功能界別嘅立法會議員黃浩明先生，我哋香港城市大學許智文教授，我哋香港大學黃柏林教授，團結香港基金黃雲浩先生，以及我哋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先生。咁我哋今日咧有咁多位重量級嘅嘉賓嚟到呢度咧，相信咧大家會就住喺空間嘅規劃啦、房屋政策、社區設計咧，都係咧可以一齊去交流大家嘅真知灼見啦，一起打造一個真正宜居嘅北部都會區。現在咧，我宣布咧，我哋嘅圓桌會議咧正式開始啦。咁首先咧，我哋會有請咧我哋立法會議員、我哋資深嘅業界嘅代表，亦都係我哋註冊產業嘅規劃測量師啦。佢有我哋喺地產啦呢方面嘅建造界咧，仲有40多年歷史嘅
我哋嘅資深業界嘅朋友，我哋黃浩明議員首先作為為我哋分享嘅喺如何推動私營房屋增大居住面積方面咧，去到分享下。唔該晒，黃議員，多謝你。我哋都係靠政府咧主動積極作為，我哋先有嘢做嘅啫。咁咧頭先阿姚明咁講咧，即係其實話我好老嘅啫，即係你經驗。咁咧當然啦，但係咧就唔緊要，因為咧佢係年青，我係年紀比較長啲，但係我哋嘅思想咧就好吻合。喺佢提出呢個議員議案嗰段時間咧，其實我都不謀而合咧，都寫過啲文章關於呢一類增加居住面積嘅嘢。咁我覺得咧就係其實呢個正正係所有人大家市民嘅共同願望。咁但係其實問一個問題，點解發展商起樓咁細咧？即係公營房屋就好簡單啦，政府喺個指標度一改就得㗎啦。因為個居屋或者公屋個價錢或者係個租金係政府自己定嘅啫，佢起大啲定翻平啲一樣得㗎。即係其實嗰個實際銀碼冇改變到嘅。咁但係喺私人市場就唔係。我哋要諗下，我哋其實個起完間樓，我哋不如簡單啲去諗。如果我起一個400尺嘅單位，當係大家都共同願望，希望有個400尺嘅單位，我哋喺新界今日係當15,000蚊啦，簡單啲，唔好都等於600萬。咁如果我哋將呢個600萬擺喺推前翻幾年，我哋嘅印花稅當時停留喺400萬，咁好多發展商就會睇件事就係，喂，咁我梗係希望將個價錢撳低到喺個100蚊印花稅之內，即係多啲人買啦。咁你提升咗個上限去到500萬，咁咪好啲咯，600萬咁梗係至好啦。咁呢個其中一個就係個經濟誘因。作為一個發展商，私人市場咧，其實我哋睇嘅嘢好簡單嘅啫，永遠都係一個蛇仔再加兩棟，就係個錢嘅問題。點樣令到啲樓容易賣出去？咁喺呢一方面嚟講咧，就係決定一樣嘢。咁大家當然諗呢個係好簡單啫，你咪將個樓價撳到1萬蚊尺咪得咯，1萬蚊尺乘400咪都係400萬啫。好啦，咁我哋諗呢個問題就係個市場接唔接受到咧？即係對於發展商嚟講，其實千祈大家唔好誤會，我哋係咪揸得咁多地會蝕得好緊要咧？蝕少少嘅啫，最多你而家買咗嗰度手上嗰啲嘅啫。但係最大蝕咗嘅係咩咧？就係今日買咗樓嘅人，即係無論係居屋定係私樓，當個樓價如果私人樓宇由15,000跌到落去1萬，咁啊居屋會跌落去幾多咧？即係今日政府用緊咩價錢去賣緊個居屋咧？咁呢個我諗個震盪咧係會好大嘅，所以就係過往好多人提出就話，我哋咪將個樓價撳低佢咪得咯，咪多啲人可以買樓咯。但係當個樓價真係跌嗰陣咧，大家又唔會咁買樓噶啦，因為如果由15,000跌到1萬咧，我相信咧就你喺街邊度嗌人買都難啊。咁呢個我諗係好矛盾嘅問題。咁所以阿姚明問我有乜辦法令到大家私樓都會大啲咧？呢個真係好頭痛。最簡單嘅做法就梗係話大家收入增加咗啦。咁呢個亦都另外一個政府要解決嘅問題就係，所以正正就係我哋用翻我哋國家講嘅就係發展係解決呢個矛盾嘅唯一方法。咁如果冇發展冇經濟增長嘅話咧，我哋好難將呢兩樣嘢咧駁翻埋，即係中間個差異實在係太大。你撳樓價定係增加個經濟增加收入係大家會開心啲咧？我相信呢個不言而喻。我諗我哋翻去97年，大家當時見到嘅情況就係話樓價好貴，但係一劈咗落去之後咧，出現咗負資產，又掉翻轉頭點樣救市咧？即係我諗我都好同情喺政府做嘅朋友啦，就係我幫你撳，你又話我升嗰陣，你又話我，咁究竟其實我揀個咩數，大家先至唔好鬧我咧？咁其實係冇一個數字嘅，因為永遠有人買唔到樓。永遠有人覺得個樓價貴，永遠有人買咗樓就想去升。咁我都唔知點樣去揸呢架車咧，即係究竟轉左定係轉右。所以翻轉頭就係如果你話我哋係想嗰個私人發展商起大啲嘅話，就係我哋有咩辦法幫市民容易啲去置業咧？即係呢個我諗我哋都睇翻第二個問題啦，就係點解當時400萬咧？或另外一個原因就係銀行嘅貸款比例。當時嚟講，你可能係借得一半，借得70%，睇下你個樓價係幾多，咁自然大家又望住嗰個表啦。所以其實個金融政策咧，喺一定程度上都影響咗咧起樓。嗱，如果我哋假設天馬行空，今日我哋買個600-700萬嘅樓，
走入銀行，完全大家好容易就會借到90%嘅。咁相信呢，我哋起大啲都唔係好大問題喎。但係事實上就唔係咁容易。你今日行去銀行，除非你又要搞埋按揭證券，即係又要有擔保，但係嗰個保費亦都唔少。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先可能借到90%。咁所以對我哋嚟講就係，如果你拆牆鬆綁，令到金融政策嗰邊方便到市民置業嘅話呢，就自然我哋願意傾向起翻大啲嘅。咁呢個就好簡單，永遠對個發展商嚟講，我哋所睇嘅嘢呢，就係呢個錢嘅問題。我起嘅樓係咪容易賣出去呢？你賣唔到出去，我起大啲，其實對我哋嚟講係冇作用㗎。我仲記得曾經試過一個情況，好簡單，就係我哋自己起樓。你大家覺唔覺得當時有某一段時間咧，好多特色單位嘅，即係頂樓咧幾大張去打通佢2層，就1000變2000尺。因為咧賣樓嗰啲同事就話特色單位賣貴幾成㗎嘛，咁傻仔整多啲特色單位咪得咯，咁成棟嘢咪賺多啲咯。到個起完之後個市唔好咧，我哋就問點解剩翻晒特色單位喺度嘅？佢話銀碼貴啊嘛，我梗係賣唔到啦。哦，咁我即係咧唔同時勢咧有唔同嘅嘢。咁我又學識咗一樣嘢咧，即係做呢個咁嘅市場推廣咧，就同做議員差唔多嘅啫。唔同時間有唔同嘅答案，亦都冇話錯嘅。只不過當日嘅形勢同今日嘅形勢係唔同咗嘅啫。咁我諗啊，葉銘啊，我講住咁多先啦，好唔好啊？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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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黃浩明議員嘅，咁啊亦都係分享下其實點解私人市場咧點樣可以鼓勵可以引入多啲嘅私人單位啦，咁啊起大啲啦，咁相信咧都要係好多維度去做好多唔同嘅功夫噶啦。咁我都再簡單去介紹下，相信大家已經手上入面有個溫單啦，俾我簡單再介紹下跟住落嚟嘅次序啦。跟住落嚟咧，我哋都會有我哋許志文教授分享啦，跟住就到黃雲豪先生啦，跟住到我哋黃柏林教授，跟住去到我哋招國偉總幹事，最後咧就係我哋林志文局長咧去做一個政策方面嘅角度去宏觀去再睇成件事嘅。咁當然啦，我係民建聯嘅發展事務發言人啦。今日其實我仲有個立法會議員咧，就係我哋房屋事務發言人，我哋陳學鋒議員喺度嘅。咁等陣咧，我相信咧佢都會咧，再喺房屋嘅範疇入邊咧，佢係比我哋更加資深嘅。咁跟咗我哋民建聯房屋事務好多年㗎啦。咁希望咧都可以喺總結方面咧，可以到時咧去指點下。再俾多啲意見，我哋一齊去講多啲嘅。咁喺度咧，我哋有請咧我哋第2位講者啦。第2位講者咧係我哋香港城市大學嘅許志文教授啦。佢喺過去咧一直喺空間同埋追求同埋與安居嘅決戰入邊咧，去到做一個選擇嘅。點樣去用唔同嘅角度啦，更加宏觀嘅空間角度咧，去探討如何讓市民咧喺北都咧真正安居樂業。咁喺度咧，我哋有請香港城市大學公共與國際事務系講座教授許志文教授，聽聽佢對呢方面咧係有咩睇法㗎？佢亦都係過去咧擔任好多我哋嘅事務委員會嘅成員啦，包括長遠房屋策略指導委員會啦、房地產服務培訓委員會嘅成員，所以咧喺呢方面咧都好資深嘅造詣㗎。我哋有請許志文教授，有請。謝議員啊，今日咧我講咧就係一個 topic，其實就議員俾我嘅就好好嘅呢個 topic，其實就係空間嘅追求同埋安居嘅抉擇。裏邊其實咧想話即係從一個角度去睇呢個事情嘅，就係咩角度咧？就係青年呢個世代嘅居住嗰個痛點，同埋北部都會區嘅承擔分析。咁呢樣嘢咧，正配合到咧而家一般年青人嘅需要，再加上我哋北都即係嗰個即係空間嗰方面，會唔會有嗰啲機遇咧？從痛點去到機遇方面咧，希望即係好似坐一個即係唔好話過山車啊，坐一個車去經歷不同嘅即係環境情節，讓大家睇下正式咁分析下件事情。到最後咧如果有時間咧，我會再講多少關於北部都會方面嘅即係佢啲即係關於環保啊等等嘅事宜啊，或者係咁樣同大家傾下關於嗰方面嘢。嗱，首先講咗呢度先啦。空間方面咧，其實等我嚟咯嚇，第2版。而家快一陣添，弊家伙係啦嚇。其實咧追求空間咧呢方面咧，其實要大家都理解嘅，亦都知嘅。當代嘅青年人都係同普通嘅人一樣嘅，都係要追求空間方面嘅事情嘅。但係咧就先擺出嗰個即係大家都理解嘅同一嘅事情咧，就係
要面對一啲現實嘅代價。呢啲現實代價咧，包括咧我哋從經濟學嘅角度，或者頭先啱啱阿黃議員分享嗰啲經濟嘅規則啊，房地產經濟嘅需求同埋供應等等，仲有咧我哋嘅梯階階梯同埋呢個通勤幾方面嘅結構性嘅問題喺個社會度。下一個啊，又快一陣添，佢撳我又撳。咁呢個咧好典型嘅呢張相，我諗大家見過好多百次嘅呢張相，就係典型到咧，就甚至冇外國人都用我哋呢啲即係香港所謂個空間環境情況。空間嘅理想咧，就係負擔能力咧變咗個，即係而家嚟講用一個字叫死循環啦。咁嚴重地咧係一啲即係樓價同某度程度上嚟講咧收入脫節嘅。呢個講咧可能有少少誇張，即係實際上從數據上嚟講咧，香港嘅房地產嘅價錢比例比對收入比例係全球最高都好多年㗎啦，咁嘅情況。所以青年人咧，特別呢個群組，可能大家都知道，年青人啱啱出嚟做嘢，咁啊買樓咧比較上困難，買不起，存不到錢，儲唔到錢啊！而家嘅情況就變成咗佢自己嘅痛點或者困境，社會嘅痛點亦都係咁講，追求咧更高嘅即係追求更要負擔更高嘅樓價，即係呢個係對於啲年青人或者剛畢業嘅人即係比較上遙遠嘅。如果大啲嘅空間咧，當然啦係好事嚟嘅，一定係。但係同時間佢哋必須咧係要承擔更大個開支，呢個係事實。無論你住喺邊度都係嘅啦。例如香港，除非你係住喺頭先阿黃議員提過，政府固定咗個價錢大啲，都係嗰個價錢就可以啦。但係如果係從經濟規則咧，可能個睇法就係好似呢度所講，你要住大啲就俾多啲錢啦咁樣。另外到嚟咧，所以咧見到右手邊就係無奈地妥協或者係即係納米樓啦。青年人都可能住喺納米樓裏邊嘅。唔係全部都係青年人，但係有係青年人住喺納米樓嘅嗰個品質啊面同埋呢個面積之間，即係顯現咗啲妥協。納米樓喺市場上盛行嘅其中一個原因，殘酷地咧就係將財務嘅現實中嘅即係嚴重擠壓到我哋嗰個情況。咁喺呢度到嚟咧，仲有講到階梯方面咧，置業階梯方面，特別對佢哋嚟講咧，唔係咁容易嘅。公共房屋嘅單身排隊嘅時間好長，雖然今年咧嚟講咧係減少咗到4點幾年啦，但係整體上高嚟講呢個分配嘅計分嘅制度咧嚟講都唔算好有利於年青人嘅即係上樓啊等等嚇，特別地係佢哋係年青嘛，所以佢哋嘅排隊攞分嘅咧係特別地係少嘅，咁咧被逼咧佢哋可能向咗私人租賃嘅住宅啊等等啊。包括納米房啊等等啊、納米屋啊等等，以至佢哋可以導致佢哋日常嘅儲蓄啊同埋嗰個積累嘅財富方面咧比較上困難嘅。再加上咧即係保障夾心階層置業缺乏呢個過渡，呢個係咩意思？唔係話佢係夾心階層嘅人，好似過往人哋用夾心階層形容一個夾心。呢個咧夾心係指意思係好在喺中間度嚟，佢唔算即係啱啱畢業，佢唔算最有錢，係有啲錢有份工咯，可能咁樣。但係咧保障嚟講咧，分配可能就係唔算好均勻喺社會度。我某些地方咧就係嗰個公營同私營嘅比咧達到7:3啦。但係對於青年人嚟講咧，仍然係即係對於買樓啊、資助出售房屋啊等等、居屋啊、首置啊都係比較偏低嘅。咁即係向上流咁嘅情況咧，就比較上困難。佢夾咗喺中間，咁嗰就為之即係夾生嗰個情況。咁所以咧喺度嚟講咧，你見到佢嗰個狀況就係空間啊、時間啊個代價造成一個即係所謂博弈嘅年代喺度，或者博弈嘅狀況。通勤咧，特別係咩為之通勤咧？就係佢哋往返工作同埋家居嘅地點。令到佢哋嘅空間感就蠶食咗佢哋嘅空間感，帶嚟一啲佢最即係幸福感會減低嘅。嗱喺度嚟講有綜合一啲即係一啲調研啦，坊間嘅調研咧有訪問佢哋關於北居，如果佢哋第日會反映佢哋嘅覺得會係點咧？其中一樣嘢反映佢哋就係呢度寫咗31.3%，反映佢哋嘅對於北都可能覺得設施配套不足咁嘅情況。呢個咧可能佢哋個感覺咧就同以往早年發展嘅即係所謂偏遠少少嘅地方，例如早年嘅天水圍，而家天水圍發展得好好啦嚇，即係早年嘅意思係即係可能80年代啊嗰陣時啱啱開始咁樣，咁咧佢哋咧就係喺呢度方面咧就會覺得時間啊精力啊會雙重耗費啊時間精力，
點解特別係時間精力？你知道往返比較上會係需要多啲時間嘅，同埋配到後咧，生活嘅質素會唔會係即係會受影響？即係特別顯示到係佢哋喺即係譬如遠啲嘅地方，佢哋會有即係非核心區嘅痛點嚟嘅呢啲過往嘅出勤時間影響到即係其他即係。譬如生活上啊，方面啊，帶來一啲即係喜悅嘅情況會減低咧，未定咁樣。呢度係一個問題。嗱，呢啲所有所講咧，其實都係所謂現時現今即係可能面對出勤啊等等頭先個階梯等等痛點嚇。跟住嚟緊咧，就同大家講下。痛點方面咧，北都咧呢個地方，北都呢個所謂我哋唔好叫神話，都叫一個我哋嘅願景嚇，願景會唔會能夠解決到呢啲咁嘅難題啊？咁會唔會係成為我哋安居嘅新引擎？我哋要即係嚟緊分析佢嘅空間提升同埋即係階梯重塑一下，即係職住方面嘅平衡方面嘅情況。職住方面嘅平衡情況嗱，我哋3個機遇嘅，其實即係講到北都。第一個人居嗰個即係平均面積咧可以擴展，因為地方大啊嘛，北邊嘛，好似我哋去到天水圍都可以擴展啲咁多啦嚇。呢個第一點嘅。第二點咧就係階梯方面咧，其實咧可以再重塑多少少啦。第一點咧就係講可能有機會增加10%、20%咁嘅面積嘅。第二點咧就係佢嗰個重塑意思咧，就係我哋。頭先即係阿姚議員都講過，你有50萬個單位，咁將來嚟緊好快都有10萬嘅，喺嗰度做啲梯階嘅安排，重塑一下我哋即係以往困難喺城市市區裏邊做嘅，包括咧規劃中可以多增設一啲首置盤啊、青年公寓等等嘅份額，打通呢個夾心青年嘅置業夢置業路，打通佢嚇，咁呢度咧。以往喺啲咁繁忙嘅城市裏邊，咁擠擁嘅城市，根本可能未必有咁大機會做到。北都可以可能重塑下嗰個即係階梯方面房屋嘅階梯嚇。另外咧，呢樣嘢好重要啦。產城融合與就業機會嚇，呢個咧就係我哋透過我喺北都咧，有同時間有製造好多現時講緊嘅就業或者係產業嚇嚟帶動就業機會咧，呢個係第3點。就主要係新田科技園啊等等為核心嘅引動其他高科技嘅或者係高端企業嘅入駐咧，提供即係大量有質素嘅本地技術嘅同埋專業嘅職缺。令到減少跨區方面嘅遠程工作，減低佢哋所時間嘅損耗，從而增加佢嘅獲得感、幸福感同滿足感。哇！呢3個字咧係國家成日講嘅，唔係我講㗎。咁你要睇下呢度幾嗱？呢啲咧就係即係即係我問剩翻好少時間，我知道。青年咧仍然係抱望著咧觀望同懷疑嘅態度，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咧就係喺即係做好啲咧。個情況底下咧，可能減退佢頭先所講嗰樣嘢。當然有憂慮咧，佢哋嘅情況就係第一係喺個即係比鄰喺啲高價樓盤旁邊，咁佢哋可能即係會都驚啲樓價仍然係高㗎，去到北邊都同埋咧軟性嘅社群能力呢方面咧，呢樣我哋都要注意。除咗樓價高之外，咩叫做啲軟性社群活力咧？活力咧就係話青年人咧比我哋嘅訴求仲多㗎。我哋唔係淨係我哋就係翻屋企睇電視得㗎。我呢啲係佢哋得，佢要藝術啊、文化、社交空間嗰啲嘢，好似即係如果好似大埔即係青年宿舍嘅規模啊，或者俾到佢哋咧，佢更欣賞去住嗰啲地方㗎嚇。即係同老人家唔同嘅，亦都可以話即係希望北都唔即係更加有活力。好似呢條寫咗啦，缺乏咧靈魂嘅地方，睡房社區就唔希望係咁。即係將來嘅北都喺打造咧，唔係淨係份工，唔係淨係居住，仲有好多嘢咧係可以諗嘅。俾大家想象一下嚇咁樣。另外就係到嚟咧，可以即係政策方面咧，要即係有房屋政策啊等等，即係軟性住房政策去支持嘅，必須係可能咧有一個 point 咧，大家都可以諗下，就先租後買呢樣嘢嘅。因為點解會咁講咧？就軟性少少嘅嘢咧，而家就唔係通行得好多啦。咁但係可以再諗諗，因為呢個可以幫助年青人上樓嘅機會。嗱，呢個係最後一版㗎啦，其實嚇，呢個最後一版分析咧就係將我綜合咗我頭先所講嘅各點嘅，咁我就好輕輕咁得㗎。人均嘅居住面積方面咧，而家係高地價、納米樓等等咧，我哋北都嘅解決方案咧就可能會有機會咧可以提升到10至20%得唔得咧？咁大家睇住咯喎嚇，頭先主席都講過少少啦。咁咧關鍵嘅政策方面咧係唔能夠即係喺政策性嘅規管單位嘅最低實用面積方面可以做啲手腳嚇。
呢度可以諗下嚇。咁啊第二就係我哋置業嘅階梯嘅斷裂方面咧，夾心階層嘅夾喺別中間咧，公屋輪候時間長嗰啲等等咧，我哋提供咁多單位咧，50萬以我哋多諗以35歲以下青年為主，推廣一啲所謂先租後買先導計劃，去喺嗰個區嗰個地點嗰個某個樓盤或者即係某個政府或者等等呢啲咁嘅即係房屋嚟做推動咧，可能會帶動更多彈性俾呢個市場，更加未必係公營嚇，未必係私營，可能係公營都可以嘅。對，俾我拋出嚟俾大家諗。最後就係即係嗰個跨區嘅交通嘅成本方面咧，頭先講到咧，每日都身心疲累啦嚇。如果真係要走得咁遠，我哋有北都就有科技，又都就產業方面希望落實落地之後帶動嗰方面嘅，即係必須有個住宅同埋建設進到同步規劃、循步進行。所以咧，工作喺嗰度，住喺嗰度，你話開唔開心嗱？諗起講到開心唔使諗嗱，呢度咧就我唔再講啦，因為呢度咧只不過我時間我知道差唔多啦，我自己咁係點樣用北都呢個機會咧，係締造一啲叫做城市持續發展同埋低碳排放等等呢幾塊咧，咁其實呢啲咧都係關於北都嗰個大機會，大前提係政府做緊嘅，我即係再呢度引述一啲或者即係再加啲意見嘅啫。咁多謝大家先，我時間啱啱好嚇，多謝。多謝我哋嘅許智文教授嘅精彩分享啊！咁啊，事實上呢，我哋嘅所有嘢方面呢，都係一個發展嘅契機嚟㗎。北都咧點樣嚟緊咧，可以喺唔同方面咧係有個融合啦，令到我哋咧青年人可以住大啲，亦都咧青年人可以上車容易啲咧，確實係我哋我哋要做嘅事，同埋我哋認真去對待嘅事。喺度咧，接下來咧，我哋邀請我哋第3位嘅講者。咁第3位講者咧係我哋團結香港基金嘅朋友啦，佢係我哋團結香港基金政策倡議高級經理，亦都係我哋特許城市規劃師。咁啊，過去咧亦都喺我哋嘅非牟利機構啦，去自負作研究工作咧，都超過20年嘅時間啦。有請我哋黃雲浩先生為我哋講下市區重建下嘅北都契機。有請。多謝阿議員。今日咧好高興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排我哋做一啲研究關於呢個市區重建。咁特別咧好多謝阿姚議員今日都係邀請我哋講呢件事，因為咧我哋都啱啱見到一啲契機咧，就係北都可以幫助我哋咧稍後呢個市區重建咧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同埋一啲解決嘅方法。因為呢個正正真係我哋以往係冇呢啲機會咧，可以利用一啲咁大個土地咧去做一啲市區重建嘅工作。咁稍後我都會其實今日係想一個拋磚引玉啦，因為咧我哋而家都研究緊。咁同埋就好多一啲問題咧都解決唔到，或者係唔知點解決。頭先阿馮議員你都講咗一啲矛盾個位，正我哋都見到啲矛盾個位咧，我哋都要諗下有啲咩計仔咧，睇下透過北都發展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咁先呢個。好嗱，我哋或者開始嘅時候咧，都可以講一講而家我哋市區重建一啲挑戰啦。大家都應該都好清楚、好熟悉嘅啦。咁頭先，譬如呢個舊區個問題嘅嚴重性啦，咩劏房啊、住得細啊、住得差啊、污糟邋遢啊、社區設施不足啊、休憩空間不足啊，呢啲問題大家都好清楚、好知道。咁我哋知道政府已經做到一啲劏房嘅措施，點樣去解決啲問題。咁但是歸根究底，始終都係我哋個區太舊。啲樓質素好差，咁我呢個係一個炸彈嚟嘅，咁我始終都要去正面去處理。咁我哋而家只不過係爭取啲時間點樣去解決啲嘢。咁但係亦都一個好現實嘅問題，我哋見到就係呢個市區重建真正嘅挑戰就係話我哋嗰個樓宇嗰個老化嗰個速度咧，係比我哋呢個樓宇嗰個重建嗰個速度咧係大好多。咁有啲數字就係大家可以都知道，譬如話我哋而家每年超過50年樓嘅樓宇嗰個數目係大概500幾棟以上嘅增長，係多謝。咁但係我哋每年我哋真係重建到嗰個樓宇嗰個數目大概百零棟嘅啫，160棟最更新嘅數字最好啊，但係好清楚，所以局長一定好清楚嗰個市區重建嗰個挑戰性嘅位置。
咁但係我哋而家因為譬如話我哋香港要做社區重建功夫嘅機構，譬如市建局啊，同埋私人嘅嗰啲發展商啦，咁佢哋各自都有自己所面對嗰個問題啊。譬如話市建局，佢哋而家資源有限，雖然政府已經注資咗100億俾佢哋去起始基金，咁但係稍後佢哋都係靠自己自負盈虧個運作模式去 run 佢哋個運作啦。咁但係我哋譬如話每次做一個社區重建個項目嘅時候，我哋如果更加有效率嘅時候，我哋規模咧係將會越嚟越大。咁但係當一個市區重建項目嘅規模越嚟越大嘅時候，佢所需要嘅起始資金咧都係越嚟越高嘅。咁以而家市建局佢哋有限嗰個，雖仍然都有盈餘啦。咁但係佢哋真係再進一步，如果我哋面對嗰個樓宇個老化速度咁快過嗰個重建速度嘅時候，佢哋其實以而家嘅資金係做唔到我哋真係嗰個目標，去嗰個重建嗰個目標。所以我哋要呢方面咧都要去諗啲計仔。另外啦，就另一方面，譬如市建局佢都有一個困難啦，佢哋譬如佢哋嗰個而家嗰個補償嘅機制，我哋都有一個現金補償機制啦。咁當中都會涉及好大方面嘅補償俾一啲受影響嘅業主。咁喺呢方面個對於佢哋個現金流啊個流轉咧，都係有一啲挑戰。佢哋有陣時都有陣時我哋都亦都好多啲爭議，就係話呢啲錢佢哋一啲市民攞咗之後，有機會可能未必真係會買翻同區嗰啲樓，有機會可能去買其他區啊樓啊嗰啲地方。咁呢啲嘢係咪真係可以幫佢哋解決到佢哋嗰個居住環境咧？如果譬如我講我啦，我自己收咗市建局嗰啲賠償嘅時候，分分鐘可能留翻啲錢，我不如買住翻細少少啊，或者住遠少少啊，可能就未必真係達翻我哋以前嗰個市區重建嗰個目的啦。咁另一方面啦，對於喺個私人發展商方面啦，咁因為其實私人發展商都係因為佢哋想做重建，因為都係想透過重建，佢哋可以有呢一個剩餘個地積比，可以起多啲嗰啲 GFA， 跟住可以賣出去嘅時候可以賺到嗰個利潤翻嚟啦。咁但係你大家都知道譬如你見到我哋而家見到畫上面嗰啲地方，大家都應該都好知道係咩地方啦，就係佐敦嗰邊嘅百文樓啦。咁佐敦嘅百文樓，佢哋而家嗰個地積比率咧到17點幾個地積比㗎啦，好犀利㗎。咁試想像，一般我哋住宅嘅地積比都係80-90倍，咁但係原來佢而家已經係17點幾倍嘅情況之下，根本要重建係完全係冇可能嘅事。咁我哋要面對呢個困境嘅時候，我哋有啲咩方法做咧？咁當然以往政府啊或者市建局佢哋都諗咗一啲計仔，譬如話一啲轉移地積比嘅方法啦，又話將啲街道可以集中埋一齊啊，咁樣去令到佢哋多啲空間，令到個地積比咧可以再提高少少。咁亦都其實我哋個研究團隊咧都睇翻全世界好多一啲似香港嘅，譬如東京啊、內地一啲城市咧。佢哋面對重建嘅時候，佢哋唯一一個方法，最主要嘅解決方法都係透過呢個剩餘嘅地積比點樣可以提高佢，跟住咧令到可以去支付佢哋所有嘅成本嗰樣嘢。咁但是如果我哋繼續去做呢一個方法去做嘅，其實都唔係一個可持續嘅策略嚟嘅。咁我諗翻我自己20年前我讀書嗰陣時候啦，讀呢個市區重建嘅時候咧，我哋都諗緊呢個課題。譬如今時今日，我哋可以透過提高嗰個地積比率，咁可以做一次重建啦。但係試想像，當嗰一棟樓過咗50年、60年之後，佢要第二次重建嘅時候，佢又可唔可以再去提高佢嘅地積比率咧？咁所以其實我哋呢一個表面上，我哋而家可以解決到而家我哋嗰個市區重建嘅問題，但係長遠嚟講，呢個唔係一個可以好持續可以一個持續嘅解決方法。咁所以亦都另一方面啦，我哋喺2030+ 嗰個研究裏邊咧，都講到有冇機會將我哋香港嗰個市區嗰個密度可以降低咧？咁我哋就變咗就話，其實當中呢個大嘅矛盾啦。一方面我哋要透過呢個地積比率增加，要增加我哋令到我哋嗰個重建項目可以可行。但另一方面，我又想令到市區個密度唔好咁高喎。呢個就係頭先嗰個矛盾位，我哋要去處理啦。要咁跟住啦。咁但係咧，香港咧就一個福地嚟嘅。同全世界咧嗰啲城市咧，就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就香港正而家今時今日咧，就有一個北都呢個發展呢一個項目。咁呢個北都個發展項目咧，頭先都好多朋友都講啦，我哋有機會可以令到我哋嗰個人均居住面積增加啦，咁令到亦都可以提有更加多嘅社區嘅設施啊，公共空間都可以多啲啦，同埋有冇機會可以令到我哋除咗以往譬如話市建局佢哋要用一個現金嘅
個補償去同補償之外，我哋有冇啲其他譬如話樓換樓呢啲補償嘅選擇咧？亦都有冇啲更加多除咗市區之外或啲額外嘅地方去做嗰個居住嘅選擇咧？咁事實上政府關三通好快啲。咁事實上政府亦都已經都話都會話會檢討，稍後未來有冇機會去利用北都，令到可以市區重建更加做得好啲。咁舊年啦，咁政府亦都已經批咗1、2、3、4、5有5塊地啦，喺紅磡啊同埋將軍澳咧都會俾市建局咧，佢哋會做一個資源支援佢哋去做一個市區重建。另外就喺呢一個古洞北粉嶺北呢個新發展區咧，都物色咗3塊土地咧，可以做一啲樓換樓嘅重置嘅單位啦。咁亦都咁就可以令到市建局咧多啲資源咧，去可以做呢啲嘢嘅。咁另一方面我哋睇一個探討嘅策略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咯。咁其實事實上，以往因為受制於嗰個土地嘅限制問題咧，我哋只可以用現金補償就賠錢俾翻啲市民。咁就係實際上北都發展嘅時候咧，係有機會我哋可以提供一啲實質嘅樓，令到可以實現到呢個樓換樓呢一個方案可以做到佢。咁但係實際上以往我哋都試過呢啲做法啦，咁但係嘅成效可能唔係咁好。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就係話，我哋譬如話我哋今次做開啓一個重建項目嘅時候，啲受影響嘅市民唔可以即時去換佢哋嘅樓，佢哋可以安置翻佢哋，可能要等2、3、4年之後先至可以有一個新樓嘅單位俾佢哋住。咁如果我哋一個發展嘅策略咁樣諗，可唔可以諗下？試想像下，如果我哋喺北都，我哋預留咗，譬如政府已經預留咗啲土地，做一啲重置單位嘅嗰啲樓嘅時候，可唔可以預先興建一啲儲備啲單位，可以即時？如果唔好話自我啦，甚至乎係私人嗰啲發展商，佢哋都可以即時利用呢啲單位咧，就安置翻呢啲市民去住咧。咁我都可以探討一下。嗱，當中當然會面對翻一啲矛盾位，譬如話有個面積有幾大啊，嗰個樓價會唔會影響啊？呢啲炒法要請教下大哥點樣去俾啲計仔我哋啦。咁我哋當然亦都係有一個期望啦，點樣可以住大啲啦、住平啲啦，呢啲願景啦，大家都好希望想做，但係當中嗰個矛盾係住平啲、住大啲好，住好啲，好，住平啲，食平啲好。好，咁同埋另一方面啦，其實唔係淨止發展北都係令到個市區重建容易啲做啲，另一方面亦都可以加快咗個北都嗰個發展，因為我哋有陣時都諗緊好似我哋以往個發展新市鎮嗰啲經驗，我哋成日都有係咪個開荒牛呢個字啦，咁樣啲市民係咪願意搬入去北都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利用呢一個市區重建嘅契機，如果我哋假設有一啲比較住大啲嘅單位可以俾佢哋嘅時候，佢哋會唔會又願意去搬入去咧？咁令到成個北都嗰個發展又會更加快咯。咁同埋亦都可以當然一方面啦，可以舒緩翻呢個市區入邊嗰個啲發展壓力啊，同埋啲公共空間會多啲啦。咁整體上嚟講，成個香港嘅市民嗰個居住環境咧都會好咗嘅。咁當然啦，亦都可以好多嘢要考慮啦。佢譬如嗰個有冇個公平合理嘅嗰個補償機制啊，北都個配套係咪可以都吻合到啊？同埋個市區個市鎮化個問題啦。咁呢啲各樣再討論。稍後我講到咁多先，我哋一陣間稍後再討論多啲呢啲嘅問題啦。好，唔該晒黃文豪先生嘅分析啊。咁減少市區密度與增加地積比呢個矛盾咧，確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挑戰。我相信大家唔怕，北都係有機會同埋有機遇㗎。大家亦都可以去靜心去睇待我哋北部都會區嘅機遇同埋發展。接下來咧，我哋係有請咧我哋香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未來經濟學院嘅總監咧，黃柏林教授。佢係主力咧都係研究我哋嘅勞動經濟學啦、住房經濟學。近年咧亦都非常之最新研究我哋香港公營房屋嘅政策㗎。喺度咧，我哋有請黃教授為我哋分享。多謝。好多謝今日有機會受邀請嚟分享我哋嘅研究啦。其實我哋未來經濟學院係一個新穎嘅智庫啦，係一堆年青人、跨代學者同埋專業人士一齊去思考，希望可以為香港嘅將來去出謀獻計。咁我哋其實呢一個暑假咧，就呢個夏天咧，就出咗我哋第一份同埋第二份嘅研究報告嘅。
咁樣咧就同今日嘅話題咧係完全地吻合。我哋第一個報告咧就係講香港過去30年，我哋整合咗香港嘅數據啦，就係睇到咧香港平均住房新建住房嘅面積咧就嗰個趨勢嘅。咁30年咧係平均面積咧係由50平方米咧跌到37平方米嘅。跌咗25個百分點，咁最嚴重咧係居屋嘅，居屋差唔多跌咗係一半嘅。咁所以頭先幾位都講啦，話香港要住大啲啦，呢個係我哋見到係一個必須要去做嘅工程嚟嘅。我哋研究亦都睇到咧，就係同其他城市去比較咧，香港嘅平均面積咧係低得好犀利嘅。即係你話比較新加坡啊，比較深圳啊，全部咧都係佢哋係我哋嘅幾倍嘅嚇。咁所以咧尤其是我哋學院關注經濟發展人才，香港要打造國際人才基地咧，咁一定咧唔可以起細樓嘅嚇。你要吸引高端人才嚟香港咧，要住得好嘅。如果唔係，佢就去新加坡㗎啦，或者去深圳嘅嚇。呢個住得大咧係好重要嘅。咁講到北都發展咧，就有個咁嘅疑問啦。即係如果我哋30年後、40年後，其實我哋同深圳嘅邊界咧一路會越嚟越容易去過關㗎啦嘛，交通越嚟越敏捷㗎啦嘛。咁如果我哋香港起晒係啲40平方米嘅，嗰邊係全部可能係80平方米嘅、100平方米嘅，咁究竟啲人會住喺邊呢？係咪？究竟啲有錢人咧係住深圳定係住北都呢？呢個咧係一個好核心香港經濟發展嘅問題嚟嘅。如果有錢人住咗喺深圳咧，我哋嘅稅收就冇咗㗎咯喎。咁我哋嘅園區點樣？科技園區點樣去發展呢？咁樣呢個就令到我哋講我哋第二個研究報告咧，就係講話北都要留住人才頭先黃議員講得好好嘅，即係其實私人發展商佢睇住北都呢樣嘢咧，就會話：喂，年青人就係俾到咁多錢嘅啫喎，我哋私人樓宇就係要起得咁細嘅，因為我哋經濟考量嚇，呢個係完全正確嘅嚇。咁但係咧，我哋作為一個社群咧，唔係淨係從發展商嘅角度去睇事情嘅，要從成個即係財政，香港政府嘅財政同埋社區社會發展咧去睇嘅呢件事情嚇。咁樣咧，如果我哋係要求地係要咁貴，佢就要去賺錢咁樣咧就可能會好有問題啦。即係我哋嘅發展咧就淨係用一個私人發展商最多點樣賺最多錢咁樣發展北區咧，咁樣亦都係未必係一個理想嘅一個發展方向。我覺得咧。即係樓起咗咧，就係70年80年㗎啦，好難拆嘅，嗰個規劃好難去改嘅，係咪？所以如果咧即係而家起咗嘅咩樓咧，就其實對於北都點樣發展咧係定調嘅。我講下香港，大家都知呢個歷史嘅，其實即係香港咧有2個園區咧，大家係好標誌性嘅，一個就係沙田啦。一個就係天水圍啊，咁樣我哋過去咧，我哋學院咧就寫咗篇文章，我同宋欣榮教授合寫嘅，咁就係話北都莫走天水圍舊路天水圍咧就係當年咧就係變咗做悲情城市啦，咁樣有好多許鞍華嘅傑作就係講呢件事情啦。咁其實點解天水圍變咗個咁嘅情況咧？就係其實個城市規劃出咗問題。嗰陣時咧就係起好多細樓，特別咧係公營嘅房屋為主，75% 係公營房屋。其中咧公屋咧而唔係居屋咧係為絕大部分嘅，係啦。呢樣嘢咧就而家去規劃咧北都咧絕對唔可以咁樣去做，因為如果唔係咧，尤其是同你30年40後咧40年後咧。當你香港同深圳個邊界越嚟越容易去跨過嘅時候咧，香港咧嘅北都咧就唔會係我哋嘅引擎嚟嘅，就會變咗係一個相對嘅窮人區，係咪？比起深圳嗰啲樓細咧，就定調邊個會喺度住所以咧，我希望見到沙田嘅發展
嚇，北都咧應該係跟沙田嘅發展。沙田嘅發展係點樣樣咧？公私營咧個規格咧係有係比較平均嘅，特別咧係居屋係比較多，所以沙田呢啲樓咧係比較大嘅。而且咧個社區發展係好成熟嘅，唔單止咧係有住宅啦，有商場啦，有工業村啦。有高等教育啦，中大係一個沙田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嚟嘅。咁所以而家今時今日香港去發展呢個大學城咧係非常非常好一個發展嚟嘅。我亦都對於呢樣嘢咧由學帶動研帶動產係非常之好一個發展。咁我同意啊！多謝副局長。我真係貢獻，我揀咗張係講大學城。咁我哋學院就特別關注咧，就係居屋嘅發展啦。我哋就認為咧，即係因為我哋特別係研究公營房屋政策啦。咁居屋咧，我哋就有4個大嘅提議嘅。第一咧就係咧，我哋喺北都咧係應該咧去聚焦吸引多啲年青人嚇。年青人咧有年青人咧先至會有創新㗎嘛嚇。而且咧年青人咧係未來社會嘅棟梁啦，咁一定要咧令到北都咧係年青人買得起嘅，特別喺即係需要資助嗰啲嘅年青人啦。咁我哋講4大建議就係買得起、有供應、抽得到、住得下啊。咁樣第一就係我哋建議咧就係話北都居屋個首期咧就由10% 變咗做5% 咁樣嘅，係啦。咁樣咧等咧佢哋快啲可以上到樓，呢個咧亦都係即係即係綠表已經改咗呢樣嘢啦，咁白表去改啞咗，唔係 OK，咁咧就其實唔OK， 明白啊。咁樣咧就另外咧就係將嗰個公營房屋嗰個嘅即係公屋同埋資助出售房屋嗰個比例咧去調整，因為咧公屋就係基層市民啦，咁樣，但係咧，其實即係北都嘅發展係需要多啲咧，係即係相對富裕嘅居民啦，亦都係特別需要年青人啦。年青人如果佢買咗咧，就係會係佢可能住好長時間啦，佢投入嗰個園區嘅發展啊，推動個園區嘅發展、產業發展呢啲嘢都係會有更加大嘅經濟效益嘅。呢個講有供應咧，就係改個供應嗰個比例啦。第三就係抽得到啦。咁我哋講其實有好多好好嘅發展嘅，而家即係睇住嗰個嘅個樓房供應一路增加啦。係特別喺即係嗰個今年就見到個居屋個公屋嗰個輪候時間就減低啦。呢啲都係一個非常好嘅發展啦。但係其實如果你睇過去嗰幾年咧，其實抽居屋咧都白表居屋咧都嗰個機率都唔係話好高嘅嚇。咁特別咧俾年青人咧，佢可能咧係要抽好多輪咧先至抽得中。咁我哋一個主意就係話俾年青人特別咧係如果佢願意搬去北都嘅北都去做開荒牛嘅，咁我哋應該俾佢可以快啲上到去咁樣就俾佢多啲即係抽得到嘅機會。最尾咧就係話要住得下啦，即係我哋幾位過去幾位都講話即係要住大啲啦。咁樣我哋認為即係北都要鼓勵啲人搬過去咧，其實都要起靚啲嘅嚇。咁我哋就特別咧，即係其實有一部分香港人咧，我哋叫做夾心階層啦，就其實佢私樓嗰個價錢咧都好難去承受得到㗎啦嚇。咁如果居屋唔係靚啲咧，咁居屋而家其實嗰個面積同公屋個面積係唔係好大分別㗎嘛。咁我哋見到咧，即係其實有唔少年青人嘅情況就係佢減少工作為咗排公屋咁樣入息限額係可以符合入息限額。咁呢個係一個唔健康嘅情況啦。咁所以應該係鼓勵咧年青人上進去貢獻我哋香港嘅經濟嘅。咁樣咧，如果俾佢哋住靚啲咧，係一個動力嚟嘅。咁我哋所以就係覺得咧，即係北都年青人應該要住靚啲咁佢哋如果願意幫我哋香港做開荒牛咁樣咧就應該咧係俾佢一個好嘅地方住。多謝大家。
多謝晒黃柏林教授啊！以我哋嘅數據咧，深入分析咗咧，其實講宜居空間啦，同埋公營房屋嘅絕對咧，都係重中之重啦。未來係北都咧，都係未來嘅公營房屋嘅或者私營房屋嘅一齊嘅主要嘅來源嚟嘅。咁喺度啦，接下來咧，我哋有請我哋跟住來位嘅講者啦，就係我哋公屋聯會嘅總幹事，咁咧亦都曾經擔任我哋香港房屋委員會嘅委員啦。過去咧亦都係積極咧去研究我哋公營房屋嘅政策嘅。去到咧今日我哋有請我哋招國偉總幹事咧去講解下佢對於我哋嘅屋邨重建啦，到我哋幸福空間嘅實踐嘅方面啦。唔該晒，有請。係，多謝姚議員先啦，亦都多謝民建聯咧今日安排咗一個好好嘅圓桌會議啦。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一啲意見，基本上應該可能嘉賓都講晒嘅，係啊，好好嘅意見，基本上都對於北都其實我哋覺得係一個我哋夢想之餘咧，其實係一個可以實踐得到嘅目標。咁大家都講咗好多好好嘅方向，我相信亦都係我哋應該可以預期咧可以達得到個目標。不過都咁講嘅，都有少少自己嘅一啲即係睇法，可能同大家比較少去傾到，不過都分享下啲有兩個方面咧，同大家都分享下先。由我自己就比較多啲喺公營房屋方面嘅一啲關注啦。今日都會講多少少一啲公營房屋方面。私人樓宇咧比較黃議員就講翻先啦咁樣。先講下喺公營房屋當中咧，我自己都關心，除咗係頭先嘉賓講咗一啲單位上邊嘅，譬如話頭先我寫低咗㗎，有4個方面啊嘛，即係買得起、有供應、就抽得到同埋住得下。我覺得有一個都要去係值得去諗一諗，就係關於一啲嘅屋邨嘅重建。頭先Andy 都講咗舊區嘅更新啦，或者重建，我就會喺舊屋邨重建方面想講下自己嘅睇法。房委會大家都會知道係有唔少屋邨咧，都比較一啲樓齡比較舊啲。冇記錯應該13年嗰時都有大概係做咗22個嘅一啲非拆售屋邨嘅一啲重建嘅研究。當然都有進展嘅。呢幾年其實都見到政府特別呢幾年更加多咗一啲屋邨重建嘅宣佈，譬如話最近嘅西環邨啦、馬頭圍邨，啱啱喺今年年初公佈。再早啲嘅就係即係彩虹邨、華富邨都安排緊重建。如果再遠啲咧，就係之前嘅美東邨，亦都即係重建完成咗，差唔多完成啦嚇。應該出年都開始有新單位落成，而今年應該會開始應該係做一個嘅模範邨嘅重建嘅研究。其實都見到開始都多咗屋邨會做一啲重建。但係我哋見得到咧，喺屋邨重建雖然有一部分都開展咗，其實頭先講有22條屋邨咧係當時做咗研究，其實都未有機會咧去進行或者係去安排呢個重建。點解會有咁樣嘅狀況咧？其實過去大家見到咧，單位即係公屋供應嘅單位咧，都係相對比較少啲。當然今屆政府亦都加咗一啲嘅力度同埋簡公屋嘅供應啦，咁樣令到輪候時間都相對係改善咗嘅。更加上喺重建屋邨裏邊咧，有幾個原則，特別有4個原則去考慮。其中一個咧，可能都比較重要啲咧，就係屋邨重建嘅附近周圍有冇一啲好合適嘅安置嘅資源。如果有嘅話咧，咁對於屋邨重建嚟講咧，一個嘅方向會更加會好啲。但係咧，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喺呢段即係過一段時間咧，其實係公屋嘅輪候時間都比較緊張。所以政府或者房委會個嘅即係相對優先嘅策略咧，希望先去舒緩咗輪候時嘅時間先嘅。重建屋邨嗰部分咧，可能就會放慢咗個進度。如果係放慢咗，都留意到有啲屋邨嘅一啲附近位置啦，其實都有一啲公屋嘅興建嘅狀況咧，似乎都錯過咗啲時機。理解上可能因為都想先做咗一啲編配先嘅。打個比方講，譬如話喺鑽石山，大家留意到喺呢一個彩虹邨嘅附近咧，就係啟鑽苑啊。過去其實都有聲音都講到，希望可以將啟鑽苑做一個接收屋邨嘅資源俾彩虹邨。不過當時可能都礙於一啲考慮點咧，就冇安排呢樣嘢。特別喺市區方面咧，我相信可能局方都更清楚，市區可用嘅土地興建嘅樓房咧，其實都好緊張嚇，大嘅面積更加比較少啲。所以對於喺屋邨重建嗰部分咧，我哋留意到
彩虹村又好，或者華富村咧重建咧，都用一個4個字叫螞蟻搬家，逐忽去做一個咁樣嘅重建。咁唯有呢個方式令到呢個重建先可以可行。不過成個嘅重建周期咧其實好長，令到一啲居民都可能都長期喺所有一個嘅重建一個地盤裏邊咧係不斷咁樣流動咁樣。咁喺呢個重建嘅部分裏邊咧，我想講啲乜嘢咧？我覺得北都係一個契機，其實可以幫到咧房委會嘅重建屋邨咧有一個可以新嘅一個想法。譬如話咧，咁北都嘅發展將來喺未來10年咧，房委加房協咧，一共有15萬個出租同埋出售嘅單位。咁租售嘅比例咧都好似係6:4咁樣。咁就可能會唔會再調整咧？咁可以再進一步再睇。咁其實有咁大量嘅一啲公營房屋嘅資源咧，其實我哋覺得可以將一啲嘅即係屋邨重建咧，其實嗰個策略可以放寬啲。頭先所講嘅就主要係一啲鄰近嘅屋邨嘅周圍，譬如話頭先講嘅彩虹邨咧，就好少少啦，去到呢個新美東邨都要遠咗少少咁多，但係都唔會太遠。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將呢個北都方面嘅話咧，有啲供應咧，可以作為我哋屋邨重建一啲居民嘅接收嘅資源咧，我覺得呢個方向可以去諗嘅。咁當然啦，話過去一啲居民咧覺得哇好似好遠喎，我想住翻自己嘅附近嘅位置。咁當然咧，如果我哋可以北都，頭先嘉賓都講到，我哋想話住得大啲。可唔可以透過北都，我哋可以提高翻我哋人均嘅編配面積？好似議員之前都有個議案講，提高啲個面積編配嘅話咧，對於屋邨舊嘅居民可以移居去北都，佢哋有個誘因係住大啲，會唔會可以增加咗佢哋可以係去移居嗰個嘅動力咧？咁樣，咁呢個我覺得可以值得去諗嘅。仲有一方面咧，其實喺舊屋邨嚟講咧，比較多嘅狀況咧係一啲叫長者嘅住戶，因為畢竟都住咗好多年啊，喺嗰度咧其實都可能由入屋邨後生住到去到而家，可能都幾廿年咧，已經住到可能長者嘅階段。譬如話西環邨同埋馬頭圍邨為例咧，應該睇翻資料咧，就大概有30%一啲全長者嘅租戶。咁你當然咧叫佢哋會搬去遠啲嘅地方，可能佢覺得適應上邊未必話太過想新嘅環境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可以有啲嘅參考俾大家分享下。譬如話喺房協方面咧，喺沙田嘅月明邨有一個新嘅一個嘅嘗試，就係有一個嘅松月樓，做咗一個係全長者嘅一個住屋，用一啲嘅叫通用嘅設計啦，無障礙嘅設施。目的當然就唔係話去重建接收資源，就係想話俾一啲全長者嘅寬敞戶喺個區裏邊咧調過去呢個松月樓去居住。都有上去望過下咧，個環境都相當之唔錯嚇。嗰個嘅無論係個走廊啦、單位嘅設計咧，都好適合長者居住。咁我覺得如果呢一啲嘅咁樣嘅設計咧，可以放喺北都方面，特別喺長者嘅頭先嘉賓講嘅青年啦，譬如長者方面咧。如果有一啲咁樣嘅喺公營房屋嘅設施增加咗一啲咁嘅元素咧，我相信都有機會令到一啲長者可以諗多一步，會唔會可以有興趣移居去到北都咧？咁樣咁令到我哋成個重建嗰個嘅步伐可以加快，因為畢竟而家講緊嘅屋邨嘅舊屋邨其實都係相當之多嘅數量。透過呢個咁樣嘅流動嘅方式咧，我相信都有一個嘅契機。有個新嘅策略咧，俾政府可以去考慮下增加呢個加快重建嘅步伐。咁講咗重建嗰方面一啲嘅想法，講下另一個咧，就頭先都有提及到一啲嘅居住嘅質素。除咗單位嘅面積放寬之外咧，我覺得喺質量方面咧都可以去同大家分享下。今屆政府都好好嘅，喺房屋策略方面咧有4個目標，就係提速、提效、提量同埋提質。咁質方面咧，除咗提高翻嗰個嘅居住嘅下限之外咧，都有一個叫做幸福設計嘅指引，大家都有印象到即係屋邨我哋點樣去改善一啲嘅設施啦，美化屋邨咧，其實對於居民嘅幸福感咧都增加好多。涵蓋咗咧應該有8個幸福嘅概念，咁就唔特別喺今日唔展開啦。咁都呢一個幸福設計嘅概念咧，我覺得都可以再去深化。譬如話咧。唔單單淨係喺我哋公營房屋個部分咧，去用呢個幸福設計嘅指引，可唔可以再去闊啲整個社區去一個考慮點咧？畢竟我諗公營房屋嘅項目咧，都係社區嘅元素之一。
但係我覺得整個社區咧都可以透過呢一個嘅幸福設計咧去做一個嘅指導嘅思想。北都更加係我哋未來頭先講到50萬個單位嘅一個咁大嘅社區咧，其實一個好好嘅應用場景喺北都咧，可以去將一個幸福設計嘅元素咧加喺裏邊嘅。譬如話我哋可以將呢個嘅宜居度啦，可以去提供一啲宜居度，或者係我哋特別頭先講到咧一啲嘅基建先行咧都好緊要。過去我哋都見得到咧有一啲嘅譬如話皇后山村啊，或者安達臣呢個嘅石礦場一帶咧，其實都好多嘅居住嘅人口，但係基建方面咧就似乎都有相對係一個滯後嘅情況。特別安達臣咧都好好嘅，佢見到政府都而家係有個嘅關於智慧綠色運輸系統咧，就會都係伸延到去相關嘅地帶，咁都可以增加一個嘅即係所謂出行嘅情況。咁但係呢個基建先行咧，我覺得喺北都裏邊必須要咧一個好緊要嘅位置。我相信政府都留意到呢個狀況。仲有啦，仲有一個點咧，就想講下樓宇嘅設計。樓宇設計方面咧，我諗喺房委會同埋房協咧，都係我哋好重要嘅一個公營房屋嘅設計嘅供應嘅一個機構啦。相對之下咧，房協興建嘅單位咧，大家如果印象咧，都比較多一啲嘢嘅，多啲乜嘢咧？就係譬如話單位裏邊有啲基本嘅裝修啦，甚至或乎咧係一啲嘅屋苑有啲會所咁亦都好受一啲市民嘅歡迎。喺買單位咧，似乎到佢嘅經驗咧，大家都好似都對於房協咧嗰個期望都高一啲嘅咁樣。咁當然我哋又唔係話將即係公屋居屋又要有個好靚嘅會所，亦都唔係呢個意思。但係我相信，如果喺北都方面，我哋想打造一個好宜居嘅環境，例如話我哋可以喺公營房屋裏邊一啲可唔可以增加多啲嘅譬如話元素啦，譬如一啲裝修，甚至乎喺我哋屋苑屋邨嘅設計上邊，點樣可以提升嗰個居住嘅一個質素咧？咁樣咁，我哋想打造一個宜居嘅空間，呢個需要去諗，同埋有冇啲空間可以令到一啲嘅公營房屋裏邊增加啲公共嘅空間，唔一定係好靚嘅會所。譬如話一個嘅空間俾一啲居民，譬如話可唔可以去打個比方講申請嚟搞一啲活動咧？譬如話而家可能即係要去出邊，可能要社區會堂，或者可能係申請一啲某個一啲地方去做一啲活動。居屋方面咧，其實目前我哋留意到咧，就冇呢種咁樣嘅即係空間俾大家去即係租用或者係借用嘅地方。如果想增加一啲居民嘅所謂歸屬感嘅或者幸福感嘅話咧，我覺得喺未來喺政府或者房委會嗰個設計一啲嘅呢啲公營房屋嘅項目，特別係出售嘅單位咧，其實我覺得可以增加多呢啲咁樣嘅即係雖然好似好細嘅一個範圍，但係呢個亦都俾到一啲市民咧多一啲佢嘅即係歸屬感，令到整體我哋喺或者可能係北都先行我哋整體我哋係公營房屋逐步將嗰個居住嘅空間同埋質素可以提高，但係我相信北都一個咁大嘅幅員嘅地方咧，係可以去先試先行做到呢一個嘅帶領嘅作用嘅。咁希望透過頭先所講重建嘅一個契機咧，令到將一啲我哋市區嘅舊屋邨咧，逐步可以拆牆鬆綁咧，可以令到成個重建嘅速度可以去加快，令到嗰個整體嘅市區嘅環境唔單單就係北都市區嘅環境都可以有個改善嘅情況。我相信今次呢個嘅契機咧，可以去揸得緊一啲嘅。Thank you， 唔該晒。好，唔該晒，因為招各位總幹事㗎。城北都契機咧，加快舊區重建，締造我哋長者友善社區，打造我哋宜居嘅空間啦。咁接下嚟咧，我哋跟住嚟，我哋有請我哋跟住嚟重量級嘅我哋分享嘉賓啦。咁佢咧就我哋嘅城市規劃師啦，亦都係咧我哋咧非常之資深，因為對於我哋咧屯門元朗非常熟啦。因為之前咧我哋喺我哋屯門元朗咧做規劃專員嘅，所以對於北部都會區嘅一磚一瓦咧都非常之熟。邊度去邊度？呢棵點解有棵草啊？呢度點解有棵樹咧？都非常之熟嘅，因為喺元朗咧摸通摸透嘅。咁北部都會區有元朗，亦都有少屯門嘅範圍啊嘛。咁所以咧喺度，我哋最後邀請我哋發展局副局長林志文先生為我哋作出分享嘅，唔該晒。多謝。咁10分鐘我唔嘥時間啦。首先第一樣嘢咧，就我諗，其實我嚟之前我諗咧，如果講宜居咧，個諗緊嘅係住大啲嘅。咁其實現實都係，因為我哋喺北都嗰啲規劃咧，其實我哋有啲叫規劃假設，我哋啲個別單位嘅平均面積，我都加咗10至20% 去做規劃。咁同埋我好相信咧，係喺北都咁多土地、咁多新嘅單位，一定有條件俾大家住大啲。不過
我喺我 presentation 咧，我唔講。咁有兩個原因，第一原因我估你哋大家都會講，我再講大家好悶。第二，其實我同阿銘嘅睇法一樣。我哋如果講移居，我唔覺得應該就咁睇我哋室內嘅。嗱，呢個好重要，我唔係話唔重要，但係我哋都唔應該單係睇室內嗰個環境，其他環境都好緊要。嗱，我會咁去或者我用一個比較另類啲去講嗰個北居嘅移居啊。我有兩個角度嘅。大家講北都呢，我諗要大家各位講者不約而同都係講緊北都嘅新發展區。但係其實如果講北都，即係去翻好原始嗰個作法呢，其實我哋北都係講緊元朗加北區3萬公頃嘅地方，香港1/3 3萬公頃，裏邊係3000公頃，即係1/10係新發展嘅地方。其實我哋講移居係咪都應該睇埋嗰9%呢？呢個我自己一個思考嘅問題。仲有一樣嘢，我哋話北都將來可以容納250萬人，但係其實而家已經有100萬人喺度住緊。咁所以我自己想嘗試用依個咁嘅角度去睇北都嘅移居，就係點呢？第一，真係我哋所謂一個北區1/3香港嘅北都個移居角度係點樣？另外我哋新發展裏邊嘅移居角度點樣？呢個當中亦都涉及到就係現有嗰啲人嘅移居角度又係點樣？嗱，咁首先如果我哋成個角度去睇呢，其實我哋喺整個北都嚟講呢，喺新發展區以外呢，其實我哋有一個好重要嘅移居嘅元素。我哋係睇即係都幾特別地，我哋係與以往發展新市鎮不同，我哋係將發展同保育一齊去睇嘅。所以我哋有37公頃，我哋收咗翻嚟，再做咗嘅朗園自然公園，你而家可以去到參觀，應該係呢啲可以報名去睇嘅。另外我哋會有300幾公頃嘅，單淨係講緊三寶樹嘅濕地保育公園，跟住仲有我哋流浮山一帶嘅海岸保護公園，嗰度嗰個面積而家仲研究緊。咁同埋咧，亦都我哋會有其他，譬如一啲紅花嶺個郊野公園。嗱，其實點解咧？如果大家睇翻一啲，我記得睇翻以前一啲外國嘅移居嘅指數嘅研究咧，香港唔係好高嘅。第一點咧，香港幾特別，佢又覺得香港人好容易去到郊野公園，去到郊野。呢個其實咧係一個移居嚟講係幾重要。所以我哋喺保育嘅呢啲咧，其實第一就對於我哋生態保育呢個係一個可持續發展重要性。另外一個其實將來北都嘅居民咧，亦都好容易去到一啲好靚嘅自然環境。第二個移居咧，就剛才有啲講者講過啦。以往嘅痛苦經驗咧，就係咩咧？開荒牛啊、山卡拉咁遠啊。所以今次我哋嚟講咧，我哋好着重一個基建先行嘅。基建先行係點樣？我哋而家有古洞站出年開啦。我哋嘅洪水橋站30年開啦。我哋北環線我哋3-4年會開，仲埋有條支線去埋深圳添。咁跟住另外我哋有2鐵1路去支援我哋北都，其中北都公路新田段，我如果冇記錯都34至36，我會開通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咧就希望咧，將來喺北都去外邊嘅地方，你點都要出外邊㗎啦。你離開北都以外嘅地方咧，都會係一個方便，因為方便容易出行，亦都係一個移居嘅要素嚟嘅。咁第三樣嘢咧，其實牽涉到少少，剛才黃教授都有提過天水圍嗰個我都有機會一陣分享，可以試少少。其實當時嘅我哋發覺即係有少少即係唔好彩而出現咗個狀況咩咧？第一，全部都係租住公屋為主多咗。第二樣嘢，我哋當時亦都請咗 Hong Kong U 做咗研究嘅，應該20年前規劃處，其實係因為嗰度冇經濟活動。所以其實我哋今次希望做產業主導，好特別嘅。以往我哋發展咧新市鎮咧，你唔會見我哋用產業去定個位嘅。呢個而家我哋4個地方都有產業，就算我哋最東邊唔發展，其實我哋希望做到一個藍綠旅遊生態圈，都係用嗰個產業或者係一個經濟嗱，唔係咁市儈嘅，而係嘅經濟活動咧。其實你對嗰度嘅居民嚟講咧，佢嘅居住嘅質素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同埋涉及到樓價。其實我本來想補2句波，但係呢個唔係我專家。我覺得你話樓價平會唔會另外一個角度諗，就如果經濟發展得好，啲人收入高啲，反而仲有一個好啲，令到大家可以住大啲，買得起多啲大啲嘅樓咧。呢個係即係另外一個角度，可以大家再思考。嗱，另外一個咧，其實就冇講過，因為呢樣新嘢嚟嘅。但係咧，即係不約而同，我都估唔到同阿黃教授都真係有少少相似。大學城嗱，大學城我而家最新説法就係1/5元素，大過1000公頃嘅總體大學城規劃。嗱，我頭先講到成個北都新發展係3000公頃。我哋講緊大學城，你明嗰個規模係咩咧？我自己會咁睇，即係我做咗規劃咁耐啦，我有個感覺啦，香港未試過嘅，外國可能有。你一個地方如果一個住宅產業各方面配套，連埋大學一齊諗去推薦咧，其實個居住環境也好，個氛圍也好，
其實我會覺得係一個好吸引嘅地方嚟嘅。我唔知啊，兩位教授即係同唔同意啊？唔好意思，我唔係學術界，不過我係純粹一個做土地規劃嘅角度去睇呢件事。所以我覺得呢個即係北都大學城，除咗教育產業咧，我第二樣嘢諗到，我自己個人諗到就係嗰移居嗰個貢獻都會好大。咁當然呢個就香港好少見，就大家可能都要拭目以待啦。咁跟住另外一個咧，城鄉共用啦。呢個點解？頭先我提過啦，我哋而家都有100萬人住喺北都啊嘛。當中除咗新市鎮之外，唔少住喺傳統鄉村。傳統鄉村我哋唔發展佢，但係我哋係咪要忽略佢移居呢？我哋希望喺我哋新發展嘅過程呢，除咗新發展區裏邊嗰3000公頃人住嗰好環境呢，我哋希望現有鄉村嗰啲咧環境都可以改善。咁所以我哋希望利用城鄉共用呢，第一，增加佢哋嘅經濟活力嘅，譬如我哋希望拆牆鬆綁，可以佢喺啲丁屋嗰度呢做多啲店鋪啊、民宿啊、一啲商店啊各方面嘅嘢。第二，其實我都希望點解而家村屋大家可能都知道係用化糞池啊，咁其實對佢嚟講亦都唔係太好，唔係太方便。咁會唔會我哋利用呢個機會駁啲渠埋去，令到佢啲屋可以駁落啲公渠，就好似市區咁。我唔使啊，可能我要交排污費，但我唔使每年揾間公司嚟抽個化糞池啊，咁令到居住環境好啲啊。嗱，呢個係城鄉共用呢，係對姑勿論對新發展區嘅居民嚟講，佢可以享受到鄉村嘅氛圍；對傳統鄉村裏邊住緊現有居民呢，將來嘅生活亦都可以有個改善嘅。呢個呢，我頭先講嗰啲係成個北都整體3萬公頃嘅角度去分析。咁如果我哋睇翻北都新發展區裏邊係點呢？我哋有幾樣嘢要做嘅。譬如以往大家如果喺市區都知㗎啦，我哋啲排水渠呢全部石屎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希望呢，作為一個生態嘅一個價值，或者一個城市設計嘅景觀嘅價值嘅特點，我哋都將一啲排水比較功能性嘅嘢呢，賦予佢都有一個生態視覺上或者城市設計上嘅功能。譬如我哋用一啲自然嘅河道去排水，唔好將佢變晒石屎啊。咁呢個一個方法啦。咁同埋對市民嚟講，亦都有多一啲河畔嘅休憩用地，唔落雨嗰陣咪喺附近行下咯。另外呢，我哋都有一個15分鐘生活圈，呢個就係我覺得移居嚟講呢，就係我哋所謂方便嘅問題啦。因為呢，香港人好中意方便嘅，因為我哋嘅城市太方便啦。咁同埋15分鐘生活圈一樣係點呢？就係話我用行或者單車可以好方便去到每日所需。其實一樣嘢呢，個後邊嗰個理念呢，你必須要諗咗個行人網絡設計先，同以往我哋新發展新市鎮可能睇咗條馬路點行唔同。其實呢樣嘢呢，將來我會好相信嗰道能夠做到嘅道路行人道路呢，唔單止即係除咗方便呢，其實對於一啲可能行動唔方便嘅人啦、老人家，其實佢都方便咗。某程度上亦都有適老化嘅設計。咁我覺得呢，呢個移居角度呢，就話我哋係唔同社會上唔同情況嘅朋友咧，都會移居啲，即係所謂我哋嗰個 inclusive 啲、共融啲嘅社會。咁另外咧，亦都希望大家方便出行咧，我哋會亦都設立一啲智慧綠色系統。譬如而家我哋試緊係洪水橋去到元朗南啦，咁呢啲亦都希望咧喺一個方便出行而又一個環保嘅形式咧，係亦都係令到我哋嘅移居嘅一啲元素咧更加強。咁應該我都講到都差唔多，如果冇記錯，係啦，應該睇下係咪先，係啦。咁我講嘅分享就咁多，因為都啱啱好9分鐘㗎啦。咁或者我一陣間交流再講多啲啊，多謝大家。好，唔該晒林志文局長。好啊，跟住嚟咧就係我哋嘅開放交流嘅時間啦。不如我哋首先交流之前啊，睇下我哋學鋒副主席咧會唔會講幾句先啦？對於我哋嘅房屋發展嘅期望嗬。係大家好，大家好。新界就我唔太熟，因為我都係市區人為主，係啊。不過咧，而家有部分喺新界，咁啊，因為我服務離島啦。咁但係即係從某個角度咧，我聽完咁多位講者嘅分享之後咧，我配對翻離島嘅發展咧，尤其是東涌嘅發展咧，我好有感受。就係咩咧？東涌都係一個新市鎮嘅發展，亦都有一啲私樓啦，亦都有公屋啦。但係咧，其實佢有一啲嘢咧，我頭先聽到大家就有啲嘢應該要做嘅，大家都提咗意見啦。我調翻轉咧，提一啲唔應該做嘅，喺新嘅即係北都裏面唔應該做嘅。點解咁講咧？喺東涌咧，其實而家居民咧，佢嘅工作咧，雖然望落去好近，喺機場就有工作啦，嚟緊有 T2 運作，但係咧，我想同大家講，大部分嘅東涌人咧係唔會去機場翻工嘅。因為咧，佢本身個規劃咧，我成日形容好似一隻手掌咁樣。東涌咧，市中心就係手掌心，每條村咧就係一隻手指。
佢哋咧係每架車咧，我諗大家都坐過 E 車嗬，E 車你就入東涌咧，起碼兜半個鐘嘅。其實佢哋出去荃灣仲快，調翻轉咧，屯門嘅人入機場翻工咧仲快。咁所以咧，其實就係一個工作嘅錯配嚟嘅。我覺得呢個即係過往我哋一個市中心，再透過衛星城市去發展出嚟呢一種咁嘅模式咧，係令到居民嘅生活咧係遠咗嘅。縱使工作嘅機會好近，但係佢都冇辦法去嗰度翻工，呢個係一個問題。第二個咧就係新嘅市鎮咧，我諗大家都講後生人、年青人入去啊嘛。東涌都面對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好多學生讀書，但係佢冇一啲好嘅學校，因為搬去新區咧，基本上都係啲新嘅學校，小學好、中學好都係啲新嘅學校。傳統嘅名校啦、好嘅學校咧，都喺舊區。舊區舊生啦，佢就唔會搬入去新區啦，所以導致到咧好多學生咧，又係一早，如果佢讀得書嘅話咧，佢就一早又係要坐車翻去市區。咁呢一個咧，我覺得整體嘅配套咧係一個要考慮嘅地方，即係我哋睇到好靚嘅景，但係實際居民生活嘅需要咧係要諗嘅。仲有一個咧就係我自己都覺得好緊要嘅，就係交通配套。佢係工作，我覺得工作咧係緊要嘅。工作咧，唔係淨係某一個單一嘅工種。頭先我哋形容咧就大學城啦，會喺嗰度提供工作啦，有創科啦。但係我哋又要諗，究竟我哋嘅創科係俾啲乜嘢人嘅工作咧？同我哋嘅居住嘅環境嘅人結唔結合起嚟咧？創科可能係一啲高端嘅，但係我哋起咁多公屋，其實公屋嘅居民喺邊度翻工咧？可能又湧翻出市區。做一啲即係服務業嘅工作，所以呢一類嘅工作嘅適配性咧，我覺得都要考慮嘅。咁所以從總體嚟講咧，大家講嘅都啱。不過去到住嘅時候，居民真係用嘅時候，我諗嗰個就係要聽大家嘅意見，因為我諗我哋呢度好多議員啦，其實每日都喺社區聽到好多居民對生活啊、社區規劃嘅意見。其實你哋每一日嘅掌握嘅信息，對將來嘅北都嘅規劃咧，係相當重要嘅。咁喺度咧，希望帶個頭，等大家都講講，好嘛？多謝陳學鋒主席嘅。咁係講得好啱啊！佢有好深厚嘅東涌嘅發展經驗啦，都希望咧我哋喺嚟緊打造香港嘅新市鎮、新地方嗰陣咧，希望咧可以咧發揮到我哋嘅優勢同好處啦，同埋過去嘅一啲做得唔係好足夠嘅地方，未來咧可以做翻多啲㗎。咁喺度咧，而家我哋開放我哋少少時間啦，仲有少少時間可以開放咧，可以俾大家提問嘅。咁唔知大家咧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咧，亦都可以即場咧可以去到提問下。好，我哋有請個元朗嘅區員啦。唔該，明哥，介紹下自己先。我係元朗嘅李啟立。咁啊，多謝聯盟同埋姚永議員咧，同埋各位議員同埋學者咧分享啦，我哋北佬將來嘅宜居空間住大啲，冇錯係都係幾吸引嘅。其實個市場主導啦，見發展商都係願意投入啦。咁有兩個問題咧，想問下可能。我哋嘅副局長啦，咁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嗱，而家嚟講咧，其實發展商都會喺基建先行嘅位置啦，尤其是係我哋可能北環線周邊啦，起一啲嘅我哋嘅私人樓宇。但係頭先我哋見到啲我哋學者嘅一啲圖片都見到，其實可能都係一啲生活嘅商圈咧，可能都係有機會增加啲就業空間嘅。咁所以睇下，如果發展商發展淨係起樓之餘，佢會唔會有呢方面嘅配套咧？可以喺呢個條件上邊，可以令到佢哋我哋要順便要做好一個生活嘅商圈俾佢哋做到嘅，即係啱翻就業啦。咁另外第二樣嘢想問一問嘅就係而家產學研居，我哋大學城增容啦，去到1000公頃啦。其實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因為簡單講句，即係我哋咁多嘅人口，成150萬嘅人口入去可以讀書。咁但係到最後佢投入到個產業嘅話咧，咁其實會唔會有一啲嘅配套嘅幫佢咧？嗱我就想諗下，會唔會可以點起第一把火？例如而家河套咧，已經係有呢一個叫做嗰個叫做人才公寓，我都有幸去睇過啦。咁不過咧，佢住嘅條件咧就係佢要喺嗰個 lab 嗰度係要租用，咁佢就會有啲額俾佢住嗰啲係比較舒適嘅叫做人才公寓。但係咧，我見到咧就之前就發展局同數碼港都有一啲嘅計劃啦，俾一啲成熟少少嘅一啲創科機構嘅。咁會唔會同啲大學會有一個對接？即係等佢有啲 green 啲嘅，可能佢哋有啲嘅實踐嘅 project 已經可以入戶喺嗰度進行一個研發，推一推佢哋，等佢哋喺嗰度可以住落嚟，然後發展到自己咧。咁呢兩個問題咯，唔該。
請啊，局長。我回應下先啦。頭先我諗，首先第一樣嘢咧，其實我哋而家希望，因為我哋成個都係產業主導，咁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唔係淨係單起住宅樓，當然起住宅樓有佢嘅作用。所以譬如你見到我哋最近洪水橋個片區發展咧，其實我哋打包買地6幅地噶嘛，其實3幅係住宅啊，但係我另外一定要佢有1幅產業地咧，要佢發展賣嘅，即係其實我哋變咗係一個bundle咗咧，佢一定要做埋產業嘅發展。你第二個問題。即係大學嗰方面咧，有少少就走開咗我嘅範疇，因為點解咧？將來啲大學點樣落去咧，係即係可能都要睇教育局個取態係點。但係我想講咧，其實反而而家個規劃或者硬件嘅發展，我好相信咧，其實有少少同你諗嘅一樣，就係話大學點樣將同埋附近嗰啲產業啊，或者附近啲城市功能居住啊，點樣係即係將佢結合喺一齊嚟睇啦。咁所以如果你留意1乘5元素，講緊咩5元素咧？就係教育、科技、人才、產業同埋城市功能嘅。其實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話依個北都，即係我睇翻我自己做依行，睇翻以往嘅經驗咧，我哋有的確係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哋唔係再純粹一個瞓覺嘅城市，即係 dormitory town 嗰啲叫做純粹住嗰啲城市去設計，而係亦都係一個當係經濟發展引擎依個角度去諗咯。咁所以呢個我少少分享，即係簡短分享翻我就住你個問題嘅一啲睇法嚇。唔該晒，局長。咁啊，會唔會仲有冇其他我哋嘅同事？我回應下學風好唔好？學風好。喂，頭先講嗰樣嘢咧，我會咁睇件事嘅。你牽涉到2個問題。第一個，你講翻工問題，第一咧講緊架車要兜嚟兜去，呢個交通問題。第二，嗰工作類型配對問題。呢個第2個問題嚟嘅。嗱，我會咁睇件事，就其實第一個問題，我哋某一程度上諗咗，所以咧你用翻洪水橋嘅例子，大家去抄翻咧，我哋有個綠色捷運系統咧，其實將個產業區同埋住宅區市中心係連埋嘅，就希望大家翻工，老實講，我夠知近啦，但係我要兜10幾里路先去到嘅。不過而家洪水橋唔係好遠，你踩單車其實幾個字可能去到，咁所以嗰度我會覺得咧係首先交通嘅接駁就點解我話綠色環保系統。第二其實咧太深入民心啦，北都係講緊創科，河套嗰邊咧或者新田科技城嗰邊的確係創科為主，但係如果睇翻洪水橋一個好典型㗎啦，佢有物流好多人手做，同埋亦都係好多唔同嘅工種嘅，有現代產業，我43公頃嘅產業園啦。亦都有大學城啦，亦都將來嗰度咧，我哋嗰啲中間係有一啲 commercial development 嘅，有啲西係一啲商業發展咧，係會有一啲 retail 啲零售啊、娛樂啊、其他啲可能服務性好多嘅行業。咁所以我會講咧，北都有一個特點，佢夠大啊，所以佢嗰啲產業可以多樣都有啲。東涌坦白講，佢嘅產業來去就機場裏邊，或者佢裏邊有個未起嘅商業地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嗰個背景係有少少唔同嘅嚇，依個嚇，咁我都係啱啱你講開，我梗係要回應下你啦，俾面你啊嘛。就好啊，我哋嘉賓都好互動啊，多謝局長。咁啊我哋會唔會冇珍惜機會咧？有冇時間仲有冇可以開放多1-2題問題嘅？好，我哋有請我哋沙田嘅介紹下自己先啦。局長你好，我係沙田幹事方曉聰。咁我想問下政府有冇考慮呢個北都都會區同深圳嘅協調咧，個協作咧？大家頭先講咗好多，即係但係深圳都已經喺即係深圳灣對面咧已經好成熟㗎啦。咁我哋個規劃事先會唔會話都考慮深圳喺各方面嘅配套啊？大家可以1+1大於2咧？咁就正話就何鋒所講咧北都嗰度個教育嗰度咧，會唔會教育局或者唔係政府嗰方面咧？係啦，就係會將啲市區嘅傳統嘅名校咧加個分校喺北都嗰度，咁啊可以咧令到當區嘅學生咧都吸引到佢哋喺北都嗰度咧繼續讀書啦嚇。好，呢個問題，多謝你。第一個問題，其實咧北都我自己覺得最突破地方咧，就正你所講。其實我哋好少以往香港做咧，係睇住深圳嚟做。嗱，我用睇住深圳嚟做，出邊公安我冇咁講。如果睇翻我4個區嘅定位咧，最左邊即係洪水橋嗰邊係高端服務同埋物流啊嘛。其實我哋係配合咗前海嘅大家個高端服務嘅合作區，深港合作區。中間少少嘅咧就係創科咧，就對應翻福田。
佢又係300公頃嘅科創園。跟住到口岸嗰邊咧，其實我哋有3個口岸，其實我哋就係嗰個口岸商貿咧，其實就希望配合翻羅湖嗰邊嗰啲商業發展，大家去有多啲互動。咁到左邊得沙頭角嗰個南陸咧，其實都係同，因為佢嗰邊喺沙頭角嗰邊係想搞旅遊啊嘛，你都知，你好似今日去咗嚟好似嘛，琴日去咗嚟啊嘛。咁所以其實你問我有冇同深圳咧，其實成件事個產業定位咧，基本上我都係望住深圳去錯位發展嘅。你問我。第二大學嗰度咧，其實嗱，依個就要交翻俾政務司司長，佢有個大學個工作組，睇下點樣分嘅。咁啊，局長即係教育局局長都講過咧，其實就唔係大家平均分，佢哋都睇下功能嘅。不過的確係有個機會令到現有啲大學喺入邊做，譬如舉個例啊，第3間醫學院咪科大咯，喺牛潭尾咁樣。咁但係至於個用地將來點分咧，依個真係要睇一睇工作組嗰度佢哋個睇法係點樣。不過依個都好快會同大家分享㗎啦。咁啊，唔該晒咁多位嘉賓㗎。咁啊，因為咧時間咧都係過得好快啊。咁我哋今日圓桌會議咧進入尾聲啦。我喺度代表咧民建聯啦，喺度多謝各位嘉賓嘅分享啦，各位嘅意見。咁啊，我相信北部都會區咧唔係單止起多啲樓嘅地方啊，而係香港咧邁向更高質量嘅發展嘅一個示範區嚟嘅。今日咧，我哋咧分享咗包括啦，第一啦，北都點樣必須咧訂立更高嘅宜居標準；第二咧，單位面積同埋負擔能力必須取得去平衡㗎；第三，市區重建同埋北都嘅發展咧係相輔相成嘅應該；第四咧，亦都係我哋提升公營房屋嘅吸引力。雖然咧今日嘅圓桌會議我哋係聚焦探討我哋宜居嘅生活空間，但係咧幸福北都咧遠景唔係遠遠唔在於此嘅，我哋咧更加會繼續咧喺北都嘅就係醫療嘅醫，食揾食嘅食，住係住屋嘅住，行我哋就係交通嘅配套。呢幾方面咧，各方面繼續去到配套去到繼續討論。今日圓桌會議咧只係一個開始啦，希望咧我哋繼續去探討我哋幸福北都。今日咧非常之多謝大家，今日到此為止，多謝大家參與，多謝晒。